我仲記得前2年嘅時候，第4場已經係最後一場，但係今日一個都未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姜濤，歡迎嚟到我姜濤嘅第2個演唱會，多謝你哋。曾經呢一個演唱會經歷過好多嘅一啲變動啦，一啲改動啦。咁我本人同埋團隊亦都經歷過好多內心嘅掙扎。咁但係到最後我哋都決定開呢一場演唱會俾大家，因為希望可以俾到少少俾大家。咁我想同大家講少少呢一年自己嘅一個小故事。關於我姜濤內心嘅一件事，就係、其實姜濤一直有分姜濤 A 同姜濤 B， 唔係你哋講嗰個姜 B， 即姜濤 A、姜濤 B 啦，好分啲啦。咁我冇同細榮講啊，所以細榮唔使驚，我唔會講吹。但我有諗過我今日講過啲咩嘅 ，OK？ 我會跟住個朗講，但係我都加少少自己嘅嘢，都叫做唞多陣。咁姜濤 A 咧呢一年就過去嘅嗰幾年，姜濤 A 係一個好直接、好專注喺自己嘅事業方面，好專注人哋點樣睇自己嘅一個人。姜濤 A 其實佢並唔係你哋喺台上面見到嘅嗰個佢，因為姜濤 A 佢只會出現喺離開台嘅時候，所以姜濤 A 嘅面貌就係得身邊嘅一啲人睇過。咁花姐成日話頂唔順我，都係頂唔順姜濤 A 嗰個面貌。係嘅，佢係一個好任性、好直率嘅一個人嚟嘅。佢會俾情緒所主導咗自己，而過去嗰幾年就係一直俾好多嘅情緒主導咗自己。冇去真正同自己溝通過。雖然我成日都同大家講話，你哋要同自己溝通多啲，但我發覺原來我從來冇同自己溝通過。我只不過呢幾年就俾姜濤 A 主導咗好多嘅情緒。亦都傷害咗好多覺得自己身邊好重視、好珍視嘅人。咁所以跟住嚟呢一首歌，就係喺我過去呢1年入邊，我同自己嘅一個對話，而講過自己，希望你哋今日都可以見到。轉多圈可會轉出錯覺，真美善轉得閃閃發光，我會掀起世間罪惡。如何方究竟一片答案，緣起那方行運中找新寶貝，圈中對望。轉一圈可會轉出故事，轉多圈可會轉出勵志，生老病轉出種種意思，可會想死卻不願意。如那方都該信滅亡，如就那方黑暗中找生與死，圈中對望。行過的，遇過的，再接力，恨笑時生與生互播野。在那圈在轉，圈中卻只得一個我追逐。
無保衛着天真的心。剩下剩我又重生，笑過喊過再重生，做對的，做錯的，遇見錯了這。因種讚美沒有令我很自豪，然後我不見人不理人，瞞住我這刻感覺很糟，覺得傾訴擁抱太恐怖，難道越下去人間真的會了解我？很想問為何難過，想呼救，情緒極度無助，是孤獨還是失望，還是被世界折磨？假使我仍未夠好，你不要唾棄我好嗎？隨便笑下去，喜歡的可以中傷我。普天下病人無數都在這邊陪你寂寞，當你再哭也沒結果，找不到那心理藥方，別遺忘還有我，同樣從那些陰影跌下過。不會死才是勝利，超出那個惡女導師的預期。其實我很好奇，真好奇，何時要越要這種心地？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，隨便笑下去，喜歡的可以中傷我。普天下病人無數都在這邊陪你寂寞，當你再哭也沒結果，找不到那心理藥方，別遺忘還有我，同樣在那些陰影跌下過。中傷我，普天之下病人無數記住你心，還有願望。